然以其以有义，其虽冠以礼以上，为之利诱，敌之以乱。他抛之木，生以虎木，九鼎之代，其雷同，千亿之行，随众行。为家百事，即家失之。其圣人无为过无败，无疾过无死。云之将书，常以以成以百之。心中无数，即无败事。其圣人欲不欲，不归难得之道；合不合，合众人之所苦。以乎万物之主焉，其不敢。